為回應本校學生近年嘅創科成就，學校翻新咗創新科技實驗室，希望可以為學校嘅創新科技科帶嚟更多嘅發展空間，讓學生有更好嘅資源，製作更多優質嘅科創產品。我哋培盛嘅創科教育咧，係以資優3層架構嘅概念去規劃嘅。中1、2級咧係一個常規嘅課程，每一位同學都有機會試練創科嘅歷程，包括無人機嘅課程、模型船啦、3D 打印同埋再生能源嘅創作電腦課程。個目標就希望同學有一個基礎，可以掌握唔同嘅工具同埋編程嘅能力，希望第時可以整到唔同嘅科創作品。中2級佢哋會有3個課程，包括瀕危物種生物科技課程同埋 Arduino 嘅課程。中2嘅最尾部分會有個專題習作，就配合每一年我哋學校天主教核心價值嘅概念，進行一個科創嘅創作，去製作佢哋自己嘅產品。首先我哋夾好條褲之後，撳個鋼掣，個夾褲架就會下降，然後到適合嘅位置就可以搭隻腳入去，之後撳翻個升掣，夾褲架上升就可以着好條褲啦。即係中3嘅課程主要係開始真係諗點樣可以幫到老人家。我哋都參加咗唔少活動，喺出邊租個電影院，全級睇8日之下，一個老人家拎一啲好矮嘅嘢，你係要踎低先拎到，每日都要好辛苦咁踎低着褲，所以我哋就開始製作垂垂線幼着褲機。其實研發垂垂線幼咧係真係有啲挑戰性嘅，咁尤其是製作2.0嘅時候係更加困難。咁1.0我哋主要都係諗個問題啊，整到部機啊，控制到個摩打上下。但係最難嘅就係要升級，每件產品加上 AI， 其實打曲係真係非常之困難嘅動作。多謝師兄同埋老師嘅幫手啦，嘅進度非常之快。建議嘅做法咧就係將佢變成一個函數，例如叫 add 咁樣。希望可以喺4月之前做到個2.0，我哋就可以參加國際日內瓦比賽。中2嘅時候咧，就去咗探訪油潭尾村嘅長者啦。咁知道佢哋出入咧，原來要拖住架好重嘅買餸車。咁我就覺得咁樣其實長久以來咧，會對佢造成一定嘅勞損。咁所以我就決定設計一架買餸車，可以跟住佢行，咁樣就可以解決上述嘅問題。咁樣參考咗人哋點樣去做呢個追蹤技術。咁其實一開始嗰個編程咧，我哋係未了解好深入嘅。咁所以其實直接都係攞人哋個底盤咧去組合。但係之後俾翻啲長者試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佢有啲回饋，就覺得唔係好完美。咁所以就之後我哋決定咧，不如我哋自己由零開整一架完全貼合嗰啲長者嘅買餸車啦。咁所以就一直有1、2、3代咁樣。運用呢啲科技上咧，我哋主要係要應用到人工智能嘅一個人臉識別啦，同埋一個手部檢測。咁其實呢個係好困難嘅，不過人工智能係完全冇試過咁樣。咁好彩啦，最後我哋有一個阿 Sir 咁啊特別強勁嘅呢方面。我想要幫助嘅咧，好多都係基層市民啦，佢哋主要係去買餸嘅長者。咁喺嗰啲環境之下咧，其實相對咧係比較擠迫。咁所以我想重新設計，令到一架買餸車即使喺擠迫嘅環境咧，都可以做到嗰個跟蹤嘅效果。咁而家咧只係一個，主要係為咗實現軟件一個 prototype 嚟嘅啫。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第2代嘅設計啦。咁可以見到咧，其實係有2層嘅設計嘅。咁為咗應付咧好多香港人咧去街市買嘅時候咧，可能有啲產品咧都係需要保溫嘅喎。咁所以我哋咧喺下面嗰層咧都會有個保溫層。咁上面就一個開放層啦，可能係擺啲其他嘅嘢，例如啲麵包啊、一啲蔬菜咁樣。第2代外形咧亦都係算比較完整啦。如果結合已經編咗成作品嘅話咧，就係一個比較完整嘅產品啦。之後我哋有幸咧就代表香港啦參加一個日本國際性嘅比賽。咁喺嗰個比賽裏邊咧，見到其實其他地方咧新一代年輕人喺科創嗰邊個實力係好強勁嘅。首先知道咗自己其實嗰個實力上咧對比全世界一定係好渺小，但係都冇打擊到我哋自信心嘅，因為我哋都有我哋強勁嘅地方嘅。我就係透過呢個學校推薦直接取錄計劃咧入咗科大而家呢個綜合系統與設計呢一科啦。我嘅夢想咧一直都冇變嘅，透過自己嘅科技產品咧去貢獻翻呢個社會。透過最新嘅創科實驗室，裡面有最完善嘅設備同埋環境，成就更加多創科嘅夢想。每一個同學都有所為，以培盛人為榮。
天主教培聖中學希望透過創新及資優課程，為香港發掘更多科創專才，令空想得以實踐，成就更多學生嘅創科夢想。